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实在讲，做工仔人、手面趁食的人，心声要对倒位透。虽然一年一度拢有劳动节，不过我相信讲大多数咱这些艰苦的兄弟姊妹，若听到台湾歌，有当着真正会唱出咱上界基层艰苦的心声。尤其国情所讲起，台湾社会有超过8成，大家拢甲国情同款，是艰苦的工人家庭栽培出来的囡仔。毋则讲来听台湾歌，唱工人的心声，确实真正好听。尤其较早60年代，查某囡仔来到都市要找工课，往往就是唱出迄条孤女的愿望。歌词内底讲，请借问路边的卖粉阿姊啊，人咧讲对面迄间工厂是毋是大告示要用人？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犹原毋是幸福的女人，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，在世间总是着爱家己拍算较合理。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义。你甲听，真正艰苦人会带念艰苦人。虽然小姑娘来到都市，毋过会看讲卖粉的阿姊啊，你甲我身世相同，咱拢是艰苦的家庭，毋则讲咱着爱出来讨谈。毋过咱犹原着爱坚强，在世间总是着爱家己拍算较合理。我的老母，包含你的老母、你的大姊，听到这条孤女的愿望，敢毋是真正逐回听，逐回着感动，有诶逐回听着，逐回着后更甜，因为这正是咱台湾女性落工厂做工课辛苦的心声。过来已经行到工厂的门口后，请借问门头的办公阿伯啊，人咧讲这间工厂有要采用人。阮虽然也少年，拢毋知半项。当前我低头青疏，以外无希望。若是少钱，也要忍耐3冬5冬。为将来，为着幸福，甘愿受苦来活动。有一日总会得到心情的轻松。是啦，用过点捧一场做女工，才会姆嘛，才会大姐。到即马经过经营家庭，经过时代变迁，相信恁。囝儿是谁拢已经离骹手啊，真正拢已经得到心情的轻松。啊，恁是台湾经济的进步无名的英雄。女性咧听孤女的愿望，这叶俊麟老师作词的。那男性常常来到都市，拢是听黄西田迄条田庄行歌。啊，若无就是林合所作词这条流浪到台北，这条正就是田庄行歌的续集。歌词内底讲出外来流浪到台北，已经过1年。想起迄当时，甲伊来分离，一时阵毋知怎样悲伤自泪滴。虽然是男儿立志，犹原心稀微。今夜月光白茫茫，照在玻璃窗，互阮想起着故乡伊一人。伊对阮有情有义，将来有希望。为怎样运命戏人？变成流浪人，是咱大环境变迁，农村愈来愈歹讨谈，毋则会讲运命戏人，就爱坐火车来到都市，争取看有头路通好做无？有诶去做线工，有诶去做小工，有诶去学功夫。但即马这时代，这伯啊，这叔啊，恁若拢离骹手咯。虽然过去咧怨叹讲为怎样运命戏人变成流浪人，总是这当中台湾的劳工苦尽甘来。